各位老友記，你哋有冇諗過，有一日你會同個機械人一齊住，佢朝早會輕輕拍你膊頭，叫你起身，幫你煮好一杯熱奶茶，同焗好2片多士，陪你傾下今日天氣，然後推你出去樓下公園曬曬太陽，夜晚仲會扶你上床，幫你冚好張被，講句晚安先至熄燈。我話你知，呢個唔係荷里活科幻片嘅橋段，亦都唔係乜嘢富豪先享受得起嘅奢侈品，而係已經發生緊嘅真實故事，而且好快就會殺到入尋常百姓家。今日我要同你講一個好可能改變你下半世嘅重大消息：養老機械人正式量產，價格跌到2萬蚊港紙，有找家務陪護全部搞得掂，科幻養老再唔係夢。我嘅立場好清楚，我會接受機械人養老，而且我夠膽講，呢個係香港退休人士現今最值得認真考慮嘅一條出路，甚至係唯一出路。大家好，我係樂齡新事幹嘅主持人，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撳埋個叮當。第日我會持續同大家追蹤樂齡科技嘅最新動態，等你老得自在，老得有型有款，老得有尊嚴。可能你會即刻反問，機械人養老？佢識得做啲乜嘢先？係咪淨係識得講句你好，跟住就企喺度棟篤笑嗰種玩具？我同你講，今時今日嘅 AI 機械人進步嘅程度，真係會嚇你一跳，完全唔係你想象中嗰啲硬邦邦嘅鐵皮公仔。上個禮拜我睇到深圳文博會嘅現場報道，有款叫量子1號 Pro 嘅 AI 機械人，佢哋真係安排咗佢上門做鐘點工。試工3個鐘頭，成為只係亦賣49蚊人仔。你冇聽錯，3粒鐘100零蚊仲平過你請個兼職清潔阿姐1個鐘嘅人工。呢部機械人識得幫你被鋪床，將梳化上面嗰啲報紙雜誌同雜物整整齊齊執翻好，鞋櫃入面啲鞋逐對拍齊擺放，仲識得自動將烏衣藍嘅衫分類放入洗衣機，識得啟動程序。各位老友記，你哋自己諗下，你請個工人姐姐1個月要俾幾多錢？5000、8000，仲未計食宿同保險費。而家100幾蚊人仔就有機械人幫你做3個鐘頭清潔，呢筆賬點計都抵到爛啦。蘋果，你嗰份早餐錢，除咗量子1號 Pro， 仲有款叫量子2號嘅進階版，佢係仿人形設計，外表望落去幾有未來感，雙眼會發光，動作流暢自然。佢唔單止可以推輪椅，最過癮嘅係佢識得陪你打麻雀，識得甩牌食糊，仲識得同你講笑。各位桌友，你話呢個功能正唔正？而家仲有邊個夠膽話機械人唔識同你聯誼交際？分發水果、晾晒衫褲、倒垃圾、洗廁所、出街幫手攞外賣，基本上一般日常雜務佢都搞得掂，完全係一個全能管家。你覺得機械人幫你做家務係好事定壞事？快啲留言話我知。我真係好想聽下你哋嘅諗法。除咗國產嘅平民價機械人，歐美市場嗰邊都有啲高端貨色，技術更加先進，價錢自然更加離地。挪威有間叫 Yax Technology 嘅科技公司，佢哋嘅投資者嚟頭唔細，包括 OpenAI 同三星旗下嘅創投部門，背景硬淨，技術紮實。呢間公司今年正式推出咗一款叫人形機械人 NEO。身高人68厘米，同一個普通成年人差唔多高，體重大約30公斤，外殼用嘅係柔性材料，觸摸上去有啲似人類皮膚嘅質感。佢同市面上嗰啲用碌走動嘅機械人唔同，佢係用雙腳行路，步態自然流暢，可以上斜坡，可以繞過障礙物，望落去真係有幾分似真人行路。呢部 Neo 嘅力氣都唔嘢少，可以搬起25公斤嘅重物，即係大約40幾斤。一般嘅米袋、水桶、成箱汽水，甚至係抱起一個瘦削嘅成年人，佢都應付到，完全係一個大力士。最緊要嘅係佢支援語音對話，內置大語言模型，你可以同佢正常傾偈，叫佢幫手掃地、開門、攞嘢，隨傳隨到，反應速度仲快過你個孫。不過呢種高端貨嘅價錢就真係離地少少，售價高達2萬美金，折算港紙大約156000蚊，普通家庭真係負擔唔起。好彩佢哋都有提供月租計劃，每個月利幣99美元，即係大概3500蚊港紙左右。如果只係短期需要使用，或者想試下效果，租用都係一個可行嘅選擇。
唔使一次過拎10幾萬出嚟。另外，仲有一款專業醫療級別嘅移位機械人叫 Nykale， 佢嘅售價大概15000美元，即係大約117000港紙。呢款機械人嘅主要用途係協助行動不便嘅長者喺床同輪椅之間安全移動，完全唔使人力扶抱，大大減輕咗護理人員同家人嘅體力消耗同受傷風險。對於一啲長期臥床嘅老人家嚟講，呢類機械人可以話係一大福音，一個扶抱動作，分分鐘可以救返你條腰。你可能會諗，呢啲咁高科技嘅嘢，會唔會同我哋香港普通市民有好大距離？會唔會淨係有錢人先玩得起？我話你知，完全唔會，因為平價替代品已經出緊嚟。杭州有間公司研發咗一款叫會寶嘅機械臂智能輪椅，專為半失能長者設計，定價只係2萬蚊左右，完全係大眾化路線。想象一下呢個畫面，你坐喺輪椅上面，好近想飲杯水或者想食個生果，但身邊冇人幫手，你自己又喐唔到，嗰種無助感真係好難受。呢個時候，你只要講一聲會寶，幫我攞個蘋果，佢嘅機械臂就會精準咁夾喺旁邊果盤嘅蘋果，穩穩當當遞到你手上，你連腰都唔使彎。唔單止咁，佢仲可以幫手按電梯掣、開燈、關燈、攞遙控器，解決半失能長者跨樓層活動同日常生活嘅各種難題，真係好貼心、好實際。呢款會寶2代產品今個月已經正式量產，供貨穩定定價，預估大約2萬蚊左右，即係2部冷氣機嘅價錢。2萬蚊買一部智能輪椅換嚟嘅係每日生活上嘅便利同尊嚴。你話值唔值得？對於一啲仲有活動能力但手腳唔方便嘅長者嚟講，呢個投資絕對係物有所值，好過你請個看護1個月已經使咗萬幾蚊。2萬蚊買到嘅唔單止係一部機械人，而係一份24小時陪喺你身邊嘅安全感同自主權。呢樣嘢用錢都未必買到。講完功能同價錢，我返去今日嘅正題。點解我會咁接受機械人養老呢個概念？點解我夠膽話佢係香港退休人士嘅最佳出路？原因好簡單，有3點，每一點都係香港人切身嘅痛處。第一，香港嘅安老院舍實在太貴、太逼、太難等，根本上就係一個供不應求嘅死局。各位老友記，你知唔知而家喺香港輪候政府資助嘅安老院社宿位平均要等幾耐？我話你知，平均時間超過3年，有啲統計甚至話要等3到4年，即係1000幾日。截至2025年6月嘅官方數據，輪候緊資助安老院社宿位嘅長者有成16000人，16000個老人家呀，即係16000個家庭喺度煎熬緊，每日望天打卦。你諗下，一個老人家入紙申請，等到有位嘅時候，身體狀況都可能差咗幾級，行得變唔行得，企得變坐得。有媒體百度曾經講過，有長者喺漫長嘅等待期間健康急速惡化，甚至等唔到嗰一日就已經遺憾離世，真係令人心酸。呢個真係遠水救唔到近火嘅最佳寫照。政府個系統根本就跟唔上人口老化嘅速度，就算你唔等政府院舍，佢私人院舍個月嘅開支隨時過萬，甚至2萬，仲要睇人面色住得逼逼格格幾個人一間房，邊有屋企咁自在咁舒服？與其將自己嘅晚年交俾一間唔知要等幾耐嘅陌生院舍，不如考慮下將屋企變成一個智慧安老嘅基地，用科技解決人手問題。第二，仔女有佢哋自己嘅生活要過，我哋唔應該成為佢哋嘅負擔。我哋呢代人個個都望子成龍，望女成鳳，想佢哋生活過得好，過得輕鬆。但現實係，佢哋要供樓，要還按揭，一個月幾萬蚊供款，要湊細路、交學費、買書簿，要返工搵食加班，邊有咁多時間24小時睇住我哋老人家？就算佢哋想都未必有力去做。與其將自己嘅晚年幸福綁喺仔女身上，大家一齊辛苦一齊迷，不如放過仔女，同時放過自己，各自過好各自嘅生活。你睇下統計數字，2025年年中香港65歲或以上嘅長者人口大約178萬，佔整體人口比例上升至 24.8%，
即係話而家香港大約每4個人入面就有1個係長者，成條街都係銀髮族。政府仲預測到2045年65歲繼以上人口比例會由而家嘅大約2/4上升到超過3/3，即係話未來每3個人入面就有1個係老人家，數字相當驚人。咁多長者，邊有咁多院舍床位供應？邊有咁多前線護理人手仔女？點可能照顧得晒所有老人家？呢個唔係邊個嘅錯，而係成個社會結構同人口結構嘅根本性變化，避無可避。既然客觀條件唔容許傳統嘅養老模式繼續行落去，我哋就要主動諗新方法、新出路。AI 機械人嘅出現，正正就係為呢個困局提供咗一個突破嘅機會，一個科技嘅答案。第三，機械人永遠唔會嫌你煩，永遠有耐性，永遠唔會黑面。你半夜扎醒瞓唔着，眼光光等天光，想搵個人陪傾偈解悶。仔女聽日要返工，工人姐姐都瞓晒得你一個對住4面牆，但係機械人就唔同，佢隨時待命，24小時隨傳隨到。你幾點鐘叫佢，佢都係同一把聲，同一副笑臉。而家有啲 AI 陪伴機械人已經支援廣東話對話，佢哋嘅數據庫經過特別訓練，聽得明香港地道嘅俚語同中英夾雜嘅口語習慣，你講乜佢都明。之前樂齡科技博覽會上面就展出過可以進行廣東話自然交流嘅智慧陪伴機械人，佢可以透過互動對話提供心理支持同情感陪伴，聽你訴苦同你講笑，有效減輕長者嘅孤獨感同焦慮。呢樣嘢喺獨居長者身上特別重要。有啲更先進嘅型號甚至可以克隆你子女把聲，用你仔女嘅聲音同你傾偈，入面仲嵌入咗老年大學課程、健康講座同戲劇娛樂等內容，令到部機械人唔單止係一部冷冰冰嘅機器，而係一個有溫度嘅賽博親人，一個可以信靠嘅伴侶。上海有間高端安老機構已經採用咗送餐機械人喺樓層之間穿梭服務，運作流暢，好評如潮。有住喺入面嘅老人家對住 AI 生活，不知幾開心幾滿足，日日笑口常開。其中一位86歲嘅婆婆講過一句說話，我聽到之後好感動，記住咗好耐。佢話哪怕一個送餐機械人能讓我高個掣就有飯食，都比叫人餵我食飯更有尊嚴。你話係咪尊嚴呢2個字用幾多錢都買唔到，但係科技可以幫你攞返嚟。你認為機械人照顧同仔女照顧邊個更可靠？留言講下你嘅諗法，我真係好想聽下大家點睇呢個問題。不過我呢個人好公道，唔會淨係講好嘅一面，報喜不報憂。現實啲講，養老機械人要全面普及，要真正走入香港每一個家庭，仲有幾個大關卡要過，大家要有心理準備。首先就係價錢問題，呢個係最現實嘅門檻。而家市面上嘅養老機械人平極都幾萬蚊人仔起跳，對一般家庭嚟講係一筆大數目。好似優必選出嘅超仿生人形機器人優世界優系列咁，最平嘅半身版 Lite 都要成119800蚊人仔，即係大約13萬港紙。全新高配版 Pro 就賣169800人仔，接近19萬港紙。高端旗艦型號更加誇張，男版賣99萬人仔，女版都要88萬，直情可以買層樓嘅首期。呢個價錢普通家庭真係負擔唔起得個望字。當然平啲嘅選擇都有嘅。宇樹科技2025年推出嘅一人型機器人首發價就做到39900蚊人仔，即係大約4萬5港紙。比起之前嗰啲動輒幾十萬嘅型號，已經係平民化咗好多，叫做望到個尾燈。但對於一般香港家庭嚟講，4萬幾人仔折合港紙都成4萬幾，都仲係一筆唔細嘅數目，夠交幾個月租。嶺南大學做過一個調查，發現大約60%受訪者認為樂齡科技產品價格偏高，呢個正係阻礙佢哋採用嘅最大原因。價錢唔啱乜都假。不過好消息係，隨住國產替代嘅速度加快，同埋生產規模不斷擴大，業內普遍預測3到5年之內，入門級養老機械人嘅價格有望降到1至2萬蚊港幣，即係真係做到2部冷氣機嘅價錢。有啲企業仲積極開發緊租賃模式，
每個月只需俾1000蚊左右，就可以租用一部基礎版嘅養老機械人返屋企，包保養、包維修。如果真係做到呢個價錢，我相信好多家庭都會認真考慮，甚至爭住要。第二個問題就係技術仲未完全成熟，仲有好大嘅進步空間。好似我頭先講嘅量子1號 Pro 咁，佢雖然已經識得做掃地，係俾呢啲基本家務，但佢嘅工作速度比起真人嚟講仲係慢好多。你急佢唔急，你叫佢執一個鞋櫃，佢可能要逐對逐對慢慢拍齊放好，搞成10分鐘先搞得掂。而且一啲複雜啲嘅家務，好似洗碗抹碟呢啲對手，指靈活度要求好高嘅精細工序，佢係暫時仲未搞得掂，容易打爛嘢。有啲用戶測試報告話，部分機械人甚至仲未識得自己更換垃圾袋，要人手幫佢換，咁就失去咗自動化嘅意義。呢啲細節位反映咗目前嘅智能康養，機器人仲處於起步階段。無論係老人家嘅使用習慣磨合，企業嘅成本控制，定係智能化所依賴嘅數據基礎，都仲有好多痛點要逐一破解，唔係一時三刻搞得掂。你諗下，如果買部機械人返嚟，佢每做一件事都要你喺旁邊指導或者善後，咁就失去咗佢減輕負擔嘅原意，仲可能令你更加勞氣。所以大家要對呢個科技發展保持合理期望，唔好以為而家買部機械人返嚟就乜都唔使做甩手掌櫃。佢目前仲係一個輔助角色，一個幫手，距離全面取代真人護理仲有好大段距離，至少仲要5到10年嘅發展時間。第三個關口係心理嗰關，呢個可能係最難跨越嘅一關。你接唔接受一個機械人同你一齊住，日日對住你，照顧你嘅起居飲食？呢個問題關乎心態，而唔係技術，關乎你點樣睇自己嘅晚年。有啲老友記可能會覺得自己養兒育女幾十年埋足大半世，到頭嚟要靠一部冷冰冰嘅機器照顧，好似好冇面，好似俾人遺棄咁，心理上過唔到。但係我想請大家換個角度去諗，豁達啲去睇，呢個唔係被遺棄，而係用科技去幫自己活得更自在、更有尊嚴，係一種自我解放。你諗下，以前冇洗衣機嘅年代，人人都要用手洗衫，洗到手指變形。洗衣機啱啱出嘅時候，都有好多人話用機器洗衫唔乾淨，嘥水嘥電，不如手洗可靠。但而家呢，邊個屋企會冇洗衣機？冇洗衣機嘅屋企反而係異類。科技嘅本質就係改善生活，減輕人類嘅體力負擔，釋放更多時間去做有意義嘅事，而唔係取代人嘅價值。養老機械人都係同一道理，佢幫你處理好晒日常繁瑣嘅家務同護理需要，你就可以用慳翻嚟嘅時間同精力去做自己中意做嘅事，去公園散步，同朋友飲茶傾偈，甚至學下新嘢，玩下手機。好似我頭先講嗰位86歲嘅婆婆咁，佢覺得自己交際食飯比人餵飯更有尊嚴。呢個心態嘅轉變，正正就係擁抱科技嘅關鍵，就係豁達同執着之間嘅分別。最後我想同各位老友記講，你睇翻10年前嘅智能手機，當年剛出嚟嗰陣幾貴，一部 iPhone 要5、6千蚊，功能幾咁陽春，上網慢過烏龜。而家呢，幾百蚊已經有部機能上網睇片同人視像通話功能強大過當年嘅超級電腦。科技嘅嘢只會越嚟越平，越嚟越好，越嚟越普及。呢個係不變嘅鐵律，從來未試過例外。2025年2月，由我國牽頭制定嘅養老機器人國際標準已經正式發布。呢個係一個里程碑。呢個標準詳細規定咗依據老年人生理同行為特點，為各類型養老機器人嘅產品設計、製造、測試同認證提供咗一套完整嘅基準同安全規範。換句話講，以後所有出廠嘅養老機械人都要有質量保證，有規可依，唔會話買到次貨危害使用者安全。大家唔使擔心買到流嘢。同年嘅政府工作報告更首次將智慧養老納入新智生產力範疇，明確定位，佢係應對老齡化嘅國家戰略基礎設施，即係上升到國家層面嘅重要任務。呢個信號非常清晰，
即係話國家層面會大力支持同推動呢個產業嘅發展，政策同資金都會陸續到位。港仔機器人公司早前就宣布攞到咗1萬台家庭養老機器人嘅歷史性訂單，仲話會喺香港成立下資公司香港仔機器人，直接喺香港設立同營運人形機器人生產線，創造本地就業。換句話講，好快就會有香港本地組裝嘅養老機械人推出市場，唔使再等船運、收號符號同維修都會更加方便快捷。港仔機器人嘅執行總裁接受訪問時都話，隨住生產規模擴大同技術成熟，成本有望降到10萬蚊以下，甚至更低。另外一間叫袁蘿蔔嘅公司仲講到明，佢哋嘅終極目標係要做家電價格嘅機器人，即係幾千蚊就買到一部，實現煮飯、洗衣、房間整理等基礎家務嘅全面自動化，家家戶戶都負擔得起。呢啲發展都說明咗一件事，就係養老機械人嘅全面普及只係時間問題，而且呢個時間唔會太耐，3-5年內就會見到明顯變化。今日同大家傾咗咁耐，由功能講到價錢，由現實講到未來。最後我想同各位老友記講一句心底話，老從來都唔係問題，每個人都一定會老，呢個係自然規律。點樣去老先至係每個人要面對嘅真正課題，係你點樣選擇過你嘅晚年。與其成日擔心第日老咗冇人理、冇人湊、冇人關心，不如積極啲去諗下點樣運用現代科技，令自己嘅晚年過得更自在、更有尊嚴，更加能夠自主掌控自己嘅生活，而唔係被動接受命運安排。你願唔願意接受機械人照顧你嘅晚年？我真係好想知道你哋嘅真實想法，快啲喺留言區話俾我知，我想同大家交流討論。如果你中意我哋今日嘅內容，記得俾個讚好、訂閱我哋樂齡新視覺嘅頻道，仲要溫埋旁邊嘅小鈴鐺，咁就唔會錯過我哋之後嘅每一條影片。未來我會繼續同大家介紹最新最實用嘅樂齡科技資訊、退休生活貼士同各種養老新思維，等你哋老得開心、老得精彩、老得有成有款、老得有尊嚴。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